议员蔡辉表示，依照即马公立民众设施使用收费标准当中，伫南区民德顶10个里，设置连续4个月以上，得当免收规费。不过新营甲柳营的宾馆却只有在地迄里，而且嘛只有减收50%的优惠。所以上午伫议会民政委员会提案，认为关系合并以后，这款收费的标准甲回馈办法各有差别，根本是一池两者。殡葬所，但原先台南市政府它跟原先的台南县是不一致。原先台南县又有7乡镇市公所，那设置标准都不一致性，那导致原先的台南县的一些区民就会反映，为什么原先的台南市的待遇福利会比原先的台南县好？那我认为我们是民政局现在已经是合并了，那应该要彻底的检讨各种制度、各种扰民的设施对居民的补贴，还是一些福利要全市一致性。安尼咱特别感觉我们是2等的居民哈。那我们今天有提一个案，我们也希望市政府能够从善如流，好好的检讨。面对这款民众设施的适应范围甲回馈办法无统一的规范，局长表示持负一定的建议办理。当年就是原来台南县市发分制的时候，台南市的部分它有定的收费的标准，然后台南县的部分呢，那时候是乡镇，都是由乡镇代表会来订立这个标准。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应该。我们县市已经合并了，那个标准应该统一化。当然，我们也会针对于它那个影响的程度啦，还有以后那个就要回馈给地方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会做统一的，再来一个原理来改善。议员排到新营甲柳营当地民众的真情意见，要求市府检讨，嘛是避免有2等市民的宾馆。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